身處異鄉嘅我哋，當真正試到嗰份思念已久嘅家鄉味時，內心即刻覺得輕鬆踏實，等我哋可以勇敢向前。Waso 嘅存在就係為咗傳遞呢份溫暖嘅瞬間。當你思念呢份熟悉嘅味道時，當你想見到身邊重要嘅人露出笑容時，當你想犒賞疲憊嘅身心時，呢一小口嘅美味將為你帶嚟無窮嘅能量。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都可以試到家嘅味道。Waso 將為此持續不懈地邁步前進，因為呢份思念嘅味道必將成為你迎向明日嘅動力。Food for tomorrow。